馬可福音第4章。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，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。船在海裏，眾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。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，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：你們聽啊，有一個撒種的，出去撒種。撒的時候，有落在路旁的，飛鳥來吃盡了；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發苗最快。日頭出來一曬，因為沒有根，就枯乾了；有落在荊棘裏的，荊棘長起來，把它擠住了，就不結實；又有落在好土裏的，就發生長大，結實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又說：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。無人的時候，跟隨耶穌的人和12個門徒問他這比喻的意思。耶穌對他們說：神國的奧秘，只叫你們知道，若是對外人講，凡事就用比喻，叫他們看是看見，卻不曉得；聽是聽見，卻不明白。恐怕他們回轉過來，就得赦免。又對他們說：你們不明白這比喻麼？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撒種之人所撒的，就是道；那撒在路旁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撒旦立刻來，把撒在他心裏的道奪了去。那撒在石頭地上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立刻歡喜領受，但他心裏沒有根，不過是暫時的，及至為道遭了患難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還有那撒在荊棘裏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後來有世上的思慮、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欲，進來把道擠住了，就不能結實。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聽道，又領受，並且結實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耶穌又對他們說：人拿燈來，豈是要放在斗底下、床底下，不放在燈台上麼？因為掩藏的事，沒有不顯出來的；隱瞞的事，沒有不露出來的。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。又說：你們所聽的要留心。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，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，並且要多給你們。因為有的，還要給他；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。又說：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覺，白日起來，這種就發芽漸長，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。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，先發苗，後長穗，在後穗上結成飽滿的籽粒。穀既熟了，就用鐮刀去割，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。又說：神的國，我們可用什麼比較呢？可用什麼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種，種在地裏的時候，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少，但種上以後，就長起來，比各樣的菜都大，又長出大枝來，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它的蔭下。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，照他們所能聽的，對他們講道。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對他們講。沒有人的時候，就把一切的道講給門徒聽。當那天晚上，耶穌對門徒說：我們渡到那邊去吧。門徒離開眾人，耶穌仍在船上，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。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風，波浪打入船內，甚至船要滿了水。耶穌在船尾上，枕着枕頭睡覺。門徒叫醒了他，說：夫子，我們喪命，你不顧麼？耶穌醒了，斥責風，向海說：住了吧，
靜了吧。風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靜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為什麼膽怯？你們還沒有信心麼？他們就大大的懼怕，彼此說：這到底是誰？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。